生嗰度買睇個樣，走喺前面啊！其實走前面咧。係咁樣樣，大啲。哦，完未啊？哇！一件大嚿絲，嚟扶住媽咪大嘅，係啦，有2、3，啊係啦，扶住，好，扶住，用力哦。按照社署嘅規定，領養家庭有半年嘅同住期，之後法庭先至會頒發領養令。而呢一日，阿偉同阿 B 正式成為 B 女父母。